咁上個月病逝嘅前港隊足球教練黎新祥舉殯，梁善影報導。靈堂以白色嘅鮮花佈置，中間擺放咗黎新祥嘅遺照，外面亦放滿咗各方好友致送嘅花圈。黎新祥生前喺球壇貢獻良多，而且桃李滿門，好多圈中嘅好友、徒弟同埋傳媒亦專程嚟送黎教練最後一程。安息禮拜上晝10點喺香港殯儀館進行，之後由蔣世豪、譚少偉等8名黎新祥生前嘅愛徒為恩師扶靈，靈柩移送柴灣歌連臣角火化場火化，並安葬喺薄扶林基督教墳場。黎新祥喺球員時代係出名嘅清道夫，退役之後喺體院擔任教練，有香港青訓教父之稱。曾經執教青年軍，帶領青年軍踢奧運，唔少名將都接受過佢嘅訓練，好似山道士、譚少偉、李健和同埋邱建威等等。而黎新祥亦多次出任港隊教練，喺佢執教之下，港隊喺06年嘅世界排名曾經升上去109位，係近10年嘅新高。雖然大家都好尊敬黎新祥，亦認定佢嘅貢獻，但佢曾經亦都感到意興闌珊。我哋推個波上山係比較易，但係推嚿石頭上山呢係比較困難，係嘛？如果我哋各方面如果唔去齊心合力啊，去做好嘅話呢，係比較困難啲咯。呢位青訓之父喺去年初發現患上肺癌，更辭去咗全運隊教練一職。但黎翔仍然心繫足球，一邊接受化療，一邊出席球隊操練，鼓勵小將。但經過1年多同癌病搏鬥之後，喺上個月20號辭世，終年59歲。亞洲電視記者梁善影報導。灣仔有電車撞傷途人，一個女人被捲入車底，送院之後情況穩定。受傷嘅女人由消防員救出之後，送到瑪麗醫院治理。朝早11點半，一部電車沿莊士敦道往銅鑼灣方向行駛，喺大王東街對開撞到一個過馬路嘅女人，個女人被捲入車底，現場交通一度受阻。廣深港高鐵工程開展5個月，已經批出11份合約工程合約，涉及港幣15億元，暫時冇超支或者延誤。政府表示會盡快喺10月完成菜園村搬遷。李安琪報導。運輸及房屋局官員向立法會鐵路小組委員會交代高鐵工程進展。政府表示，工程會聘請2000多名本地工人。當局至今已經收到20多宗菜園村居民農地復耕嘅申請。政府會盡快同彈性處理村民嘅申請。用一個非常之彈性，同埋盡量係人性化去處理。即係資料唔齊全啦，甚至去到嘉道理農場幫佢揾翻佢以前嘅嗰啲嘅資料啊，去確實啊等等，亦都係好想盡量喺現行嗰個政策啊同埋範圍底下咧，去促成到呢一個復耕嘅。政府仍然處理緊其他村民申請居屋、公屋或者中轉屋，期望10月可以完成搬遷目標。至於受工程影響大角咀嘅19座樓宇，港鐵只係完成勘測1成單位，會繼續派發大使隊向住戶講解入屋勘測嘅需要。亞洲電視記者李安琪報導。超過300個學生一齊宣誓，呼籲市民減少食非環保海鮮。咁到底乜嘢係非環保海鮮呢？由實習記者李靜瑜講下。超過300名中學同幼稚園學生去到一個主題公園宣誓，呼籲大家減少食非環保海鮮。咁同學到底知唔知道乜嘢係非環保海鮮啊？如果咧我哋食咗咁多魚翅，咁會點呢？我話俾佢哋聽，佢話如果你食咗好多魚翅，嗰啲鯊魚會絕種。呢一個中學生就話喺食海鮮之前，會鼓勵家人同朋友考慮係咪環保，會唔會影響海洋生態？我希望都係啦，佢哋唔好食咁多一啲繁殖能力低嘅動物啦，因為如果你再食嘅話咧，咁佢就可能已經冇晒供應量㗎啦。除咗魚翅，其實墨魚、蘇眉同海蝦等呢一啲被過分捕撈嘅，都係屬於非環保海鮮。主題公園嘅負責人就話：香港學生嘅環保意識好高，日後會繼續舉辦海鮮班，增加學生對海洋保育嘅認識。係將佢哋喺課室學嘅知識咧，
帶到一個活動嘅課室入邊，我哋有我哋嘅自然環境啦，我哋有我哋嘅動物大使啦，令到強化佢哋對呢個保育嘅信息嘅。佢哋表示，配合新高中課程，新學年仲會推出多個環保海鮮活動，提高中學生嘅保育意識。亞洲電視記者李靜茹報導。喺加拿大多倫多一個變壓站喺高溫天氣之下起火爆炸，當地大停電，最少25萬人受到影響。而喺當地訪問嘅英女王行程亦都一度受阻。伍慧思報導。停電之後，多倫多嘅交通大受影響，地鐵同埋電車服務暫停，各個路口嘅交通燈失靈。當時接近收工嘅繁忙時間，街上嘅人流好多。有民眾自發走出去路中心協助警員指揮交通。多倫多星期一嘅氣溫高達攝氏34度，停電之後，好多住宅、辦公室同埋公眾場所都冇冷氣供應，民眾都有捱熱，好多人混 lift， 有人有家歸不得。We can't go home right now. It's 20 stories up of a walk, basically, and it's really warm, and there's no air conditioning, and unfortunately. 停電維持個幾鐘頭，到挨晚大約6點，電力供應先至陸續恢復正常。陪英女王喺多倫多訪問嘅菲臘親王喺出席一個頒獎儀式嗰陣，燈光突然熄咗，要開動後備發電機，儀式先至繼續。而加拿大總理哈柏為英女王舉行嘅國宴，亦都因為舉行宴會嘅酒店停電，被迫押後1個鐘頭舉行。加拿大最大城市多倫多一座電力變壓站喺當地時間星期一下晝4點幾突然爆炸起火，濃煙升上半空，遠處都睇得到。火警導致多倫多近一半嘅地方停電，消防員用咗近2個鐘頭先至將火救熄。停電當日係多倫多今年入夏以嚟最熱嘅一日，全市嘅用電量達到高峰，當局仍然調查緊變壓站起火嘅原因。亞洲電視記者吳維思報道。中國同埋巴基斯坦軍方繼續喺寧夏進行聯合反恐演習，經過多日嘅訓練，兩國嘅士兵開始建立友誼。張慧平報道。聯合演練第4日，兩國士兵繼續混合組隊，並且分為2支隊伍，分別由中國同巴基斯坦嘅官兵帶領演練。雖然言語不通，但係中國嘅官兵透過慢動作示範，而且用簡單嘅英文教巴基斯坦嘅士兵點樣快速咁更換子彈夾同拔槍。巴基斯坦嘅官兵就講解點樣喺空曠嘅地方追擊同埋突擊恐怖分子，營救人質。除咗連日艱苦嘅訓練，亦都有輕鬆嘅一面。喺練習場外，兩國嘅士兵透過排球比賽，促進雙方嘅友誼。中場休息嘅時候，中國士兵獻唱巴基斯坦傳統歌曲，令到士兵嘅情緒更加高漲，仲一齊跳舞。中國嘅士兵又為巴基斯坦嘅一名官兵舉行生日會，佢哋送上鮮花同埋具有中國傳統特色嘅禮物。經過幾日嘅訓練，雙方嘅士兵逐漸建立友誼，有啲更加以兄弟相稱。亞洲電視記者張慧平報導。同大家講下天氣啦。天文台預測晚間最低溫度係大約28度，聽日天氣炎熱，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。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熱，而家氣溫31度，相對濕度75%。新聞報導完，轉頭翻嚟會有經濟快訊同埋體育快訊，再會。